有咩具體嘅方案去吸引全世界最優秀嘅人才嚟香港？另外點樣為香港未來培養具有創意又有國際視野同埋有國際競爭力嘅人才？嗱，我就知道呢，有啲國際金融機構嘅僱員呢，就話佢唔肯嚟香港，因為覺得香港嘅空氣太差啦。咁你有靈活嘅入境政策冇用㗎，人哋驚咗你啲空氣咪唔敢嚟咯。咁啊，曾先生好似就話咧唔使驚嘅，因為咧香港咧只係比南北極咧係差嘅啫啲空氣。咁呢個只係感覺上嘅問題，唔需要咁驚。嗱，如果咁嘅態度咧，點吸引人才咧？咁當然另外一樣重要嘅就係教育啦。而家咧個教育一定要立即停止嗰啲老師不斷咁要填表，填多張表唔會教好啲嘅學生㗎嘛。一定要重建老師、學校、家長之間嘅互信，大家拍住上，搞好香港嘅教育，咁先得㗎。我只係提一提 Alan 呢，就係嚟香港嘅金融專才人才呢，係多過其他譬如去呢一個南韓、去呢一個新加坡嘅總和，亦都係可能亞洲最多嘅人數，繼續會咩嚟嘅？不過呢，如果啲空氣好啲呢，正面面對嘅問題呢，會有更多嚟，更多人可以貢獻香港嘅經濟啊嘛。